总统赖清德进前宣布，要伫咧总统府成立三大委员会，其中气候变迁委员会是找互人认为支持核能的河适董事长董子贤来做副调集人。因为前总统马英九是呼吁董子贤就要来面对核能，外界嘛关注政府的能源政策敢会调整。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各方的意见都会参考。 总统大概是希望能够多听一下大家的意见。经济部必须要依现有的法令规范来行事了。外面讨论的命题蛮多的，那我们都参考。那先进的科技我们也都参考。所有的能源选项呢，都要对台湾有利。这里面有利包含要让台湾能够进入减少碳排，也就是说碳排的问题会造成 地球暖化所以台湾应该要尽量减少碳排，然后要能够稳定供电然后最后是希望成本能够有一个不错的控制。 因为过去董子贤捌主张核二厂、核三厂爱延役，佮建议爱引进新的核电厂机组，互外界认为是支持核能。总统赖清德针对核三厂要延役，佮第4天然气接收站等等的议题，希望会当透过沟通，建议更较好的解决方案。